嘿，俺就无看到诶。系啊，呀，记下阵呢，拄伫去准备考试，当久无见咧，都无机会见到。唔怕啦，哎，第运动辛苦，今尾都出来咧，都好好变强上来哦。感谢你哋爱顺风支持我。唔会啦，因为诶，我爱你啊。这运动敢讲翻呢？哎呦，安太方表摊诶对你诶情意啊。好啦，人嘅情谊爱数下咯。既然你做啲准备落去了。好啊，你要其他人准备啊行程咯。然后叫下去那边都同好教啊。所以按听，落去啦。落去。啊，等这运动要生日了呢，拄好今年的量茶都有限啊。我老人讲哦，上礼拜我老阿咪记得我乡下出去搞啊，个阿咪嘅男朋友呢就唔敢坐个游乐设施，大家都见啲个手机呢，我知道爱用这运动唔好。哦，我做得第个心情啦。系啊。虽然吼，细仔人大摆都会本人小个唔敢搞嗰条游乐设施，不过呢，我个脚都会唔敢吼离开体内嘛。我知道啊，呀老系唔系细啦，其实完全冇相干，大家都自家会讲嘅东西啊。我多多欢喜还是较重要啦。唔讲迄错，不管哦，细仔人还是细妹的吼，都会考虑自家身体还是重要嘛。像我都好搞个条啊简单嘅食品，所以啊，我咪搞到亲神气。系啊，我记得上摆去搞个立拳的啊，就很多动态上的真人拢对影响。嘅吼，迄老人抢下来才敢搞，然后骗人来我唔敢讲呢。我真嘅唔知做嘛个爱被骗人接受某种嘅东西，爱早起家当中伊会当忝的。都会讲的，不过冇办法啦。上摆抢下去嘅人吼，都系无素质嘅人，古上嘅唔敢出声。二老爱出去就做得做起家，汉白你咪做得去个游乐研究啊，做得去买嗰种青蒿上去做嘅两三副，韩国做抢下翕相哦。好，汉摆去游乐园哦。你喺堂课啊，今日我安排哪位好搞嘛？我相信唔都计划好咧，嘅我啊同做嘅传堂咩做完好了，我真係拢期待呢。迄个间传堂无，你大摆紧讲，我每年哦，你又冇人讲喺哪件？系啊，我真係想去夜下就撒去食饭咧。吃饭以前我先吐面去张无人去嘅位所。无人去嘅位所，谈讲同讲诶。系啊，嗰片董小人，我大摆哦都会去嗰片面前是很有血困。好，嘅你繼續落去。好啊。哇，大得老明明很甜美的，韩国啊，迄个有一商人做得了自家做派，佢真嘅呢係一檔幸福嘅事情，大家講錯冇啊？故說呢，愛要及時，未愛懂真相唔成功嘅人，也係懂重要嘅事情哦。韓國大家做得看，佢兩商人都懂會表達自家感覺嘅人。我知道安樣啊，就懂好，因為啊有懂到嘅情形吼，佢到兩啥啊，可能嘅性格比較壓抑一些些，比較呢，佢唔會來做表達，但是啊，安樣吼，懂到嘅事情，應該冇處理好些來，後面啊，想愛行到導演，可能就有一些些難呢，故說啊。互相來理解，韓國來包容對方，也呢就係可以維持好感情嘅一個大大的秘訣哦。大家係唔係都會按用啊？迄個呢有人啊強迫愛做唔做一個事情，嘅愛聽出來非常唔歡喜。希望大家都喺感情當中做得好好來做自家，因為我先愛自家。騙人就會愛人嚟錯嘛，佢看晒嚟家下嘅樣片，也下係咪強下嚟學習一下基本嘅愛學嘅詞彙韓國記嘢了。哇，嘅基本嘅呢，一開始就係教大家想你的客家話咯，想你嘅客家話應用版講呢，想尤其啊，喺熱戀當中的情人吼，聽從呢，當然都會懂上人難愛一般，故上咪做啲按樣來表達自家嘅情感。想迄個啊，唱有想聽聽，係唔係知道？好像就只有一點點想而已。嘅迄個呢，愛好想你嘅愛用版來講呢。客家話因為按樣講，當想
董上南西烟爱用版讲呢？该上该上哇，黑黑吃到呀，上的等级好像又高了一阶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呢，其实有上司啊，那我一般做这条做一动辛苦，虽然大家可能冇办法当面来见面，但是呢，一句当简单的话语，其实呢，那我一般喺习惯度可能就会吃到当小暖哦，也句话就按到辛苦。辛苦，客家话应用版讲呢，辛苦，辛苦。后来呀，词汇以后，俺就做的讲你们呀记耶。我知道你很辛苦，爱的懂辛苦，爱的懂辛苦。南西烟应用版讲呢？爱弟唔该辛苦，爱弟唔该辛苦。还有上司啊，你2、3年作为这条较无共用，也系呢不同的领域。故说呢，你就做得讲，我知道你也很辛苦，爱的懂辛苦。不过，系讲啊，的，那我一般伫做乜嘅事情？我想啊。像有一件事情呢，做得本人力量哦，就是支持。客家话应用版讲呢，支持，支持。故说呢，系讲知道哇，佢接送啊，当包容，韩国啊，当理解自家啲做乜嘅条路，就做得同佢讲。谢谢你在我身边支持我，感谢你爱顺风支持我，感谢你爱顺风支持我。南西烟我应用版讲呢？感谢替爱顺风支持爱，感谢替爱顺风支持爱。冇错，听到亚句话，系唔系吃到心肝都冻小暖呢？系讲啊，伫做事嘅时节，有人爱用支持，我相信啊，事情听作为越做越好。韩国话，每位对自家嘅事情较有信心对诶，错冇？不过有阵时啊，你2、3强下，听错呢会读到一条会害怕嘅事情。害怕嘅客家话用版讲呢？你会讲惊，惊，等好哦。故说啊，我相信啊，大家都有自己会害怕的东西。客家话要怎么说呢？大家都有自家会惊嘅东西。大家都有自家会惊嘅东西。南西嘅爱用版讲呢？大家都有自家会惊嘅东西。大家都有自家会惊嘅东西。讲得当好哦。唔过我哋当多嘅情形哦，可能啊2、3年本来就冇相用啊，有啲情形吼就会互相。强迫佢做佢冇中意嘅事情，佢强迫。我用版讲呢，客家话会讲逼，当好哦。但是有对情形啊，讲到呀强迫嘅时间，有人逼嘅时间吼，又冇想爱同佢人家，就会选择接受，接受嘅客家话用版讲。接受，接受。故说啊，系讲人那个一般，并唔讲，哎呀，应该按样做，哎呀，应该按样做。但是啊，又冇中意嘅时间，就做得同样样讲。为什么要强迫别人接受不喜欢的东西？做乜嘅爱被骗人接受冇中意嘅东西？做乜嘅爱
白骗人、接受无中意嘅东西。安样啊，係唔好嘅事情哦。因為啊，兩三人吼，真叫要好好做切家，吃菜就係較重要嘅。安樣兩三人到未來嘅世界，將有較多嘅計劃，錯冇啊？那計劃嘅客家話應用辦講呢？另外講，計劃。南西人有冇強用了？應用辦講呢？計劃。兩三人啊，愛有計劃係當重要嘅事情哦。故所以嘅時節啊，唔係做啲乜嘢，嗱我一般講，你都計劃好了，都計劃好咧，都計劃好咧。南西人愛用辦講呢？都計劃好誒，都計劃好誒。大家講嘅當好哦。其實啊，講到計劃一件事情，唔單止係未來，平常時啊，情人互相共下來出去了，個時間就做得看一下哪個一半，佢呢係較會計劃嘅人，也係唔會計劃嘅人呢。有陣時啊，可能有啲情人像底下講。愛啊，哎呀，愛當上啊，也條肉麻的話誒，錯冇？哎呀，講起來愛都知道有些排泄咧。係講呐，見到當久冇看到嘅細來朋友，真係呢，我當上我夾來去親對方講，哇，愛當上誒。係講啊，係真強下嘅情人哎呀，愛想唔到，你下係熱戀期。應該呢係當然都想愛留另外一半嚴強下，就像你嘅七八強用錯冇啊！哇，戀愛當中嘅朋友唔對，生下來就會強下來學兩條嘅客家話了。好啦，今日下一就夾夾來看，當久冇約會嘅明明韓國大德，生下來又會讀到哪條嘅事情呢？一下就強下來看了。